你有冇試過喺深夜靜低心嚟反思自己嘅人生？明明自己無害人之心，對身邊嘅親戚朋友，甚至稱得上掏心掏肺，但點解財運硬係爭咁地，事業硬係遇咗滯，甚至連身體都冇斷定周身痛，成日覺得好攰。好多人話好人會有好報，但如果我話你知，事實完全相反。喺中華幾千年嘅玄學氣場法則入面，世人眼中嗰啲最普遍嘅好人行為，輕人訴苦，和氣生財，意氣就運，往往正正係抱背嚟自身風水局引殺入體嘅最強兇器。點解有啲人越係善良，運勢就越係窮途末路？今日我哋唔講大道理，只解局用風水底層邏輯拆解人際關係中6個致命嘅氣場陷阱。你有冇觀察過身邊有啲人，或者就係你自己脾氣極好，修養極高，永遠都願意坐低做聆聽者，任由身邊嘅親戚同友將生活嘅苦水、工作嘅怨氣、婚姻嘅不幸，毫無保留咁倒俾佢哋。但係如果拉長10年8年去睇，呢啲被公認為大好人嘅角色，往往面色漸漸變得陰沉，眼神失去光彩。最可怕嘅係佢哋嘅運勢越嚟越差，健康無端受損，甚至頻頻破財。點解越係好心包容運勢反而越係倒霉？真正影響一個人運勢衰退嘅，往往唔係佢做錯咗咩大事，而係佢無意中吸收咗基督捧人嘅俗氣。好多人以為做人要有同理心，肯包容旁人嘅負能量，做別人嘅情緒垃圾桶係積福，係日行一善。甚至有人覺得聽下人哋發牢騷又唔會甩嚿肉。但真相係風水師從來唔係咁夾硬去接收別人嘅哀怨，喺玄學上絕對唔係積福，而係一重極其危險嘅行為。你喺度主動拆除自己嘅氣場護城河，引殺入局。風水古籍已經係中華玄學嘅群經之首，裏面有云同聲相迎，同氣相求。而堪輿學宗師郭璞喺藏經亦明確指出，氣感而應，鬼福吸人。呢兩句古語用我哋今日嘅白話去理解，就係話世間萬物嘅氣場都係互相吸引、互相感染嘅。你接觸咩頻段嘅氣，就會染上咩頻段嘅運。宇宙間有一重無形嘅共振法則，衰氣同福氣都會順住你主動打開嘅通告蔓延全身。原來呢個就係話，旁人傾倒出嚟嘅每一句怨言，每一次嘆息，都帶有極強嘅實體低頻能量。你以為自己只係喺度聽，其實你嘅磁場已經喺度被動咁同呢啲衰運進行緊危險嘅連線。將時間推前到幾百年前嘅古代中國，我哋睇下歷史點樣驗證呢個規律。晚清時期嘅孔底商人胡雪岩富可敵國，佢喺杭州建起咗一座極為奢華、風水佈局堪稱完美嘅府邸。按理說聚寶盆之局已成，理應基業長青。但係胡雪岩還年，大廈將傾之前，佢府邸嘅氣場其實已經起咗致命嘅微妙變化。當時佢身邊聚集咗一批失意嘅門客、生意失敗嘅掌櫃，以及滿腹牢騷嘅廉屬。呢班人每日喺府邸嘅偏廳度長吁短嘆，怨天尤人，抱怨朝廷政策，抱怨時局艱難。呢種日復一日嘅哀怨之氣，慢慢化到一團無形嘅陰晦之氣，籠罩住原本藏風聚氣嘅明堂。胡雪岩掌旗針後，俾呢種充斥住負能量嘅聲波之中，決斷力開始出現偏差，此將由清澈變為渾濁，最終係殘屍大戰中一步步走向身敗名裂嘅深淵。幾百年之後，場景轉換到我哋都好熟悉嘅近代香港。1980年代嘅九龍城寨雖然環境龍蛇混雜，但其實內裏亦有藏風聚氣嘅小格局。當時有位街坊叫德叔，喺城寨外圍開咗一間冰室。德叔為人極好，冰室嘅收銀位正正對住東南方嘅流年財位，本來生意做得順風順水，客似雲來。但係德叔有個致命傷，係心癮，佢日日俾班街坊坐喺收銀台附近吐苦水，又賭輸時嘅爛賭吐訴說窮途末路，又隻落周身滯嘅師奶，日日嚟喊慘。呢班充滿怨氣嘅人，將最惡毒嘅詛咒、最無奈嘅嘆息留低喺冰室。大家要明白，聲音亦都係一種氣場震動，風水上稱之為星神。原本明亮聚氣嘅財位，因為長年累月充斥住呢啲貧寒、絕望抱怨嘅俗氣，生生將一個吉局變作咗一個勞財煞。不出2年，德叔嘅冰室就因為無端地冇上機次水喉爆裂，又惹上冇奶流埋流事，最終連按金德樹為黯然結業。德叔自己亦都大病一場，元氣大傷。
呢種情況就好似你間屋入面，原本辛辛苦苦整絲苦過焗好一個聚氣生財嘅明堂，窗明幾淨，但係你偏偏每日主動打開大門，由得外面垃圾站嘅臭風、坑塘嘅穽味直接吹入屋。無論你擺幾多只開過光嘅皮釉，幾多個聚寶盆，都擋唔住生間屋嘅底層氣場被嚴重污染。人嘅身體同一間屋一模一樣，你嘅耳朵、你嘅心智，就係你生命大宅嘅玄關。你俾咩人嘅氣流入嚟，你嘅命運就會變成咩樣嘅格局。冇可表象，呢個命運下造嘅風水機制，極其冰冷而清晰，旁人持續嘅怨念與聲勢，會擾亂你自身嘅結界，引發中脈磁場混濁。當你自身決斷力效果衰嘢被引動，最終必然招致破財與霉運。唔係你命唔好，係你將自己珍貴嘅氣場當成咗別人衰運嘅化糞池。善良如果不帶防備，就係風水上最大嘅漏財局。而家我想問你一個問題，唔使答我，答自己就好。如果你都試過呢種處境，身邊有個人成日將你當成樹袋，一見面就瘋狂大吐苦水，但傾完之後佢一身輕鬆拍拍屁股走人，你反而覺得晒個人被抽乾一樣，連續幾日精神恍惚，甚至做嘢出錯。如果你有同樣嘅經歷，喺留言區話我知，我會睇每一個留言寫出嚟。就係你識別並隔絕呢種俗氣嘅第一步。聽人訴苦會沾染俗氣，呢個可能你經歷過之後已經隱隱約約感覺到。但係呢度有一個更隱秘嘅真相，係絕大多數香港人都篤信，甚至當做職場同商場生存金科玉律嘅一句話。其實正係導致佢哋無論幾努力都賺唔到錢、升唔到職嘅罪魁禍首。你有冇留意過職場或者生意場上一個怪現象？有啲人明明脾氣極好，對客戶對老闆對親戚朋友都百般遷就，事事以和為貴，信奉退一步海闊天空，但偏偏佢哋就係揾唔到大錢，甚至處處碰壁，中年之後更加係事業停滯。點解世人眼中心地最善良、最信寵嘅人，命運往往對佢哋最刻薄？真正影響一個人聚財能力嘅，從來唔係佢做人有機緣，而係佢有冇守得住自身理想嘅中共。好多人以為只要忍氣吞聲，盡量滿足所有人嘅要求，就可以做一個完美嘅人際關係，締造和氣生財。但風水師從來唔係咁噶，真相往往係喺玄學世界入面毫無底線嘅退讓同委曲求全，從來唔會挽嚟真正嘅和平，反而會令個人氣上嘅核心徹底潰實，連原本屬於自己嘅財運同貴人運都拱手相讓。風水理氣派拳，威古直審時遠凶後有云：中宮者，太極也為八方之士流。呢句話用我哋日常嘅白話去拆解，就係話無論係一間屋、一個商鋪，定係一個人嘅生命磁場，都有一個最核心嘅廊流聚焦點，叫做中宮或者太極點。中宮係穩住八面八方吉凶氣場嘅大軸心。原來呢個就係話，做人如果冇咗底線，事事仰高，就等同於風水上嘅中宮失守，你連自己嘅核心軸心都放棄埋，你嘅命運根本就無立足之地。財氣又點會聚得壞？幾千年來歷史不斷重複印證住呢個殘酷嘅氣場法則。我哋睇下古代中國嘅例子，晚清名臣陳國發，世人皆知佢後來斷傾朝野，但極少人深究佢早年喺京城做官時嘅狼狽。當年30出頭嘅陳國發，剛剛步入官場，極度渴望建立良好嘅人際網絡。佢對同僚百般討好，對上司唯唯諾諾，生怕得罪任何一個利益集團。徒以為呢種和氣可以幫佢鋪排仕途，但結果呢，佢不僅冇得到重用，反而被各方勢力當做院子指任人拿捏，處處受制，甚至一度陷入精神極度抑鬱、事業全面停滯嘅死局。直到後來，陳國藩大病一場，休學返鄉，閉門研讀易經，終於頓悟了手中嘅道理。佢明白到一個人嘅能量係有限嘅，如果將精力全部用來迎合八方，自身嘅中宮就會空虛無力。自此之後，佢重返官場後事變得極具原則，不再盲目討好，甚至終於同當時嘅權貴硬碰硬。當佢重新確立咗自己嘅太極點，三個生命氣場瞬間變得凝重堅實。原本那些輕視佢嘅人反而開始敬畏佢，各種資源同貴人亦自然然仍咁響佢聚攏。幾百年之後，而家就係香港呢種因為中宮失守而導致破局嘅悲劇，依然每日喺鋼筋森林入面不斷上演。我哋將視線放喺觀塘開源道嘅工廈入面，10幾年前由為白手起家嘅漢老叫明哥，
開咗間規模唔錯嘅五金加工行。明哥係出名嘅好先生，佢間寫字樓原本嘅風水佈局極佳，老闆房正正咗落喺3個單位嘅太極點之上，明堂開闊，藏風再起。但係明哥嘅悲劇正正源於佢嘅委曲求全，大客戶要求無限期拖欠貨款，佢為咗保住單生意妥協了。供應商經常交啲私貨，佢為咗唔傷和氣，硬食了，甚至乎有老臣子抱怨寫字樓冇休息佢。明哥為咗安撫員工，竟然將自己位於太極點嘅老闆放讓咗出嚟改做茶水間，自己就搬去走廊盡頭，近住洗手間嘅一個暗角為辦公。從風水角度嚟睇，呢個簡直係自毀長城嘅致命操作。洗手間係孤陰為異之地，明哥將自己嘅辦公位移去受煞氣直衝嘅地方，等同於將公司嘅中公共受讓俾混亂嘅氣場。果然不到半年，公司內部派系鬥爭嚴重，員工根本唔放佢喺眼內，外部客戶變本加厲押解，資金鏈迅速斷裂，最終呢間原本充滿心機嘅工行，就因為老闆一次絲毫冇底線嘅退讓，落得清本結業嘅下場。呢種殘酷嘅現實，就好似你間公司或者屋企入面，本來有一條支撐全屋重量嘅主幹錘，但係因為有客人摸呢條錘咗地，唔好睇，你就為咗錢入行人，一錘一錘咁將自己嘅主幹錘敲斷，到最後3棟大廈倒塌，你活埋嘅只有你自己，而嗰啲要求你敲斷住嘅旁人，早就拍拍屁股走咗去。窩開表象，呢個命運考證嘅風水機制極其冰冷而清晰，對外界過度妥協讓步，會令自身中公氣長實係俗生，任人踐踏。當財氣與貴人無所依附，最終就會導致事業與運勢全面破局，委曲永遠扣唔到住。和氣如果冇底線，換嚟嘅只係被衰氣奪權。如果你睇到呢度，而家心入面有一啲觸動，甚至諗起自己曾經因為徒有而吃過嘅恩困，係留言區留多一個一，都係你決定由今日開始重新立定自己氣場中宮，絕不輕易讓步嘅一個見證。氣場嘅改變，往往就係由拒絕妥協嘅第一步開始。當你明白咗唔可以隨意退讓之後，你可能覺得面對愛人可以強硬，但如果身邊嗰個人正正係借時救救嘅至親，或者要你做擔保嘅好兄弟，點算？但係呢度有一個更隱地嘅真相，係大多數香港人都忽略咗嘅。真正最致命嘅漏財局，往往披住最溫情嘅外衣。你有冇見過身邊有啲人，自己明明事業起步，撈得唔錯，但偏偏因為一次所謂嘅義氣，幫親戚點債或者借名俾好兄弟做擔保，結果對方個財窿未填完，自己反而惹上一身官非，甚至乎連原本安穩嘅家底大好嘅前程都無端端賠上。點解有啲人一旦同羅拍嘅人者想爭錢關係自己嘅好運，就會如同倒水咁一去不返？真正導致一個人傾家蕩產嘅，唔係對方還唔起錢，而係佢將自己嘅財富強行同低頻衰運綁定，形成最致命嘅流財局。好多人以為自己有餘力嘅時候，去幫陷入低谷嘅親友一把，係一重懶得嘅美德，作為積陰德，日後必有善報。但風水師從來唔係咁教，真相往往係喺玄學世界入面，金錢流動同氣場交匯係兩回事。錢銀可以借，但個人嘅命運氣場係絕對唔可以隨便接軌嘅。盲目介入他人嘅財務困境，甚至替人擔保，等同於主動闖開自己把守心靈嘅氣場大門，任由被人身上沉重嘅霉運瘋狂吸佢。你以為自己借出嘅係錢，其實你投資嘅係自己嘅氣數。風水命理古籍三命通會有為，財星而闖透出則比劫爭奪。呢句話用我哋今日嘅白話去理解，就係話一個人命中嘅財氣同好運，必須妥善封存隱藏。由於珍寶稅入庫，一旦隨意暴露，甚至企圖捅旁人過眼，必定會引來命理上比肩劫財嘅凶險翻世。原來呢個就係話借錢俾運滯之人，或者做財務擔保，本質上就係主動打破自己嘅財氣結界，令到原本屬於你嘅福報，被對方身上巨大嘅負能量黑洞強行劫走。將時間推前到幾百年前嘅古代中國，我哋睇下歷史點樣武辭地支持呢個氣場掠奪嘅過程。明代中葉，徽商富甲天下，極度講究宗族同鄉之義。當時徽州有一位做掩柴生意發跡嘅汪大老爺，家底極其豐厚，汪家大宅嘅風水佈局極佳，正中四水歸明共格局，天神聚水，財源滾滾不絕。
但汪老爺有個致命嘅性格弱點，就係極好面子，且太過顧忌宗族情分。當時宗族入面有個常年沉迷賭博，家道中落嘅遠房堂弟，類似上門哭訴借錢還債，汪老爺不僅多次慷慨解囊，後來甚至喺堂弟知地下錢莊高利貸時，出面蓋上自己嘅私印做擔保。結果好心以至堂弟個窟窿根本填滿，債主日日派人上汪家大宅血禍樓市。更可怕嘅係呢種沾染住賭徒偷拿、絕望同暴戾嘅晦氣，徹底破咗汪家大宅永強原本清靜平穩嘅氣象。不出3年，汪老爺嘅驗船係長江連番2次，朝廷又突然嚴查驗引，最終盛極一時嘅黃格竟落得變賣祖屋嘅下場。其實擊垮汪家嘅根本唔係嗰幾百兩銀嘅懶做，而係嗰場被衰運響肯保定後，自身運勢被急劇抽乾嘅氣場反噬。幾百年之後，而家就喺香港，呢種因為強出頭借運而導致家破人亡嘅悲劇，依然喺街頭巷尾不斷重演。我哋將視線放喺旺角砵蘭街，10幾年前有位叫阿明嘅後生仔喺街角開咗間茶餐廳。茶餐廳嘅水吧同收銀位正正似係鋪頭嘅聚氣位，迎住人流人物財，生意日日做到冇停手。原本係一個極旺嘅生財風水局，但阿明有個相識多年嘅結拜兄弟，因為炒期權爆倉，面臨破產邊緣。對方喊住頭阿明做私人貸款嘅擔保人，承諾半年內翻身一定搞掂。阿明一時心應，地份擔保時上簽咗個名，世人即喺玄學上簽名與蓋印，正正係氣場連結嘅最高契日。自簽完名嗰日起，災難就開始降臨。雖然兄弟頭2-3個月仲有勉強玩苦，但茶餐廳嘅氣場已經發生咗肉眼可見嘅異變。首先係收銀台對上嘅天花板無端端流水，水滴正正打喺收銀機上，形成風水上嘅空嘅龍頭水，財氣將位。跟住店裏面經常出現無理取鬧，甚至食霸網餐嘅惡客，廚房伙計又頻頻見血受傷。阿明整個人亦變得精神恍惚，眼神渙散，原本紅潤嘅面上變得灰暗。其實當阿明簽下擔保文件嗰一刻，佢日正將自己往昔嘅財富同一條瀕臨乾涸嘅衰運坑渠徹底接通咗。財務公司嘅追討怨念，兄弟身上日夜散發嘅絕望同恐懼，全部通過呢條無形嘅契約通道，直衝阿明嘅本命磁場。最後兄弟着草僭頭，阿明不僅要孭起個百萬嘅巨債，茶餐廳亦因為接連發生意外，冇心經營而被迫蝕讓定數。呢種殘酷嘅現實，就好似你喺屋企個天台辛辛苦苦用水桶接滿咗清甜嘅雨水，但你偏偏為咗破格之屋，用一條粗大嘅喉管將你個水桶同佢嗰個裝滿坑渠水嘅冷桶連埋一齊。根據物理學嘅連東夜原理，最後嘅結果絕對唔係你嘅清水洗正佢啲坑渠水，而係佢嘅劇毒坑渠水逆流而上，徹底污染你嘅清水，直到兩邊都變成一潭死水，冇一幸免。無害表象，呢個命運下墜嘅風水機制，極其冰冷而清晰。盲目假日他人財路債務，無論是簽擔保還是憑乜借貸，都會令你自身嘅財富結界被逼向低頻衰嚟闖害。隨着氣場通道倒灌，你嘅運勢會被強勢收割，最終招致破財甚至官非。唔係你命唔好，係你妄想用自己嘅好運去填補別人因果嘅無底洞。響出頭借運，從來都係劫難嘅開始。而家請你喺留言區留低4個字：豐富化煞。呢唔單止係一個願望，更加係一份向天地發出嘅氣場宣言。當你打低呢4個字，你就係喺宣告自己由今日起決定斬斷一切不良嘅金錢關係，收回同情深，重新封存自己嘅財運結界，隔絕衰運，先係最好嘅聚財法。破財事小，錢無咗，只要本命氣場喺度，遲早可以再賺。但係呢度有一個更隱秘嘅真相。有一從日常極之常見嘅人際交往，就算完全冇牽涉到任何一絲不覺間，因為一重更為凌厲嘅煞氣，直接斬斷你命中所有嘅貴人連線。你有冇留意過網絡上或者職場入面，有啲人極度好勝，遇到一丁點唔順眼嘅事，或者同人意見不合就非要爭個高下，佢哋以為贏咗搶交，駁斥咗對手就係伸張正義，甚至覺得呢總係證明自己有能力有見地嘅表現。但世人往往睇唔透呢啲成日處於戰鬥狀態嘅人，無論佢哋本身既有才華，既有道理，最後嘅運程多半都會陷入泥沼，前路越走越窄。
真正斬斷一個人貴人連線嘅，往往唔係運氣差，而係佢喺無謂嘅言語交鋒入面惹來咗無影嘅沖射殺。俗語上講，真理越辯越明。好多人以為同低品無理嘅人爭論，只要自己尖利，就必定能夠壓倒對方，甚至覺得你仲有維護自身原則與磁場嘅勇敢表現。但風水師從來唔係咁教，真相往往係喺玄學維度，當你決定同低能量、充滿戾氣嘅人開啟層運嗰一刻，係其實已經遲咗。因為言語交鋒一旦開始，必定伴隨住情緒起伏與意氣之爭。呢種急劇翻滾嘅戾氣，會瞬間刺破你原本原有嘅能量結界，形成極具破壞力嘅風水煞氣。風水宗師郭璞喺經典古籍藏經入面留低過一個至理名言：氣成風則散，界水則止。呢個話用我哋今日嘅白話係深度拆解，再話天地間最珍貴、能夠滋養萬物嘅生氣，一旦遇到急劇流動嘅狂風，就會被徹底吹散，化為虛無。原來呢個就係話人內心因為憤怒、好勝同爭執爆發時產生嘅戾氣，正正就係人體風水入面最猛烈嘅狂風。暴力同人激烈爭論，你體內原本積聚嘅定氣同足氣會被瞬間沖散，外在嘅煙毒之氣就會趁虛而入，形成風水上避之不及、極具穿透力嘅沖射煞。將時間推前到幾百年前嘅古代中國，北宋大文豪蘇軾本身嘅顛沛流離，正正係呢個氣場法則最深力、最沉痛嘅歷史弱腳。蘇軾才華橫溢，名滿天下，但早年性格極為剛愾，恃鋒銳利。當年面對王安石變法，以及後來與張頓等人嘅新舊黨爭，蘇軾從不退讓，頻頻上書爭辯，甚至係詩詞入面盡情譏諷政敵，揮使其碗腹牢騷。世人皆讚其文骨錚錚，疾惡如仇。但如果從氣場同風水嘅角度嚟冷眼旁觀，這從持續不斷嘅言語交鋒與政治罵政，令蘇軾自身嘅磁場長期處於一種極度尖銳、充滿攻擊性嘅狀態。呢種尖銳嘅氣場不僅直接惹怒了政敵，更喺無形中吸引了大量嘅沖射煞。政敵嘅反駁、朝廷嘅貶謫，謠言漫前全城。蘇軾被一路流放，由黃州、惠州一直貶到海南儋州，伴隨住運勢嘅急劇下滑，佢居住嘅環境亦越趨惡劣，由京城嘅深宅大院，淪落到經常要面對瘴氣、暴雨同破怪嘅盲屋，家宅風水動盪不堪，生機盡失。直到晚年，蘇軾喺荒蠻之地歷經生死，終於頓悟放下了心中嘅爭鬥之念，寫下九死南方北行，之由其絕冠平生。當佢嘅內心停止同外界纏鬥，氣場終身由尖銳轉為平和圓融，外在嘅殺氣自然消散。佢嘅文學成就同精神典格，反而喺呢種無爭嘅狀態下遞到了頂峰。只可惜早年因頻繁爭執而招惹嘅沖射煞，已令佢大半生受盡肉體與精神嘅折磨。幾百年之後，鏡頭拉回現代香港，中環某超甲級寫字樓裏面，有位做投行高管嘅陳太。陳太名校畢業，業務能力極強，但性格火爆，極其好辯，事事要求絕對掌控。無論係公司會議上同下屬爭論方案細節，定係放工後喺社交網絡上同意見唔合嘅網民展開長篇大論嘅筆戰，陳太都一定要爭贏。佢覺得呢種進步不若係中環精英嘅原則，係強大嘅表現。但陳太同身邊所有人都冇留意到呢種長期處於戰鬥與防備嘅心理狀態，不知不覺間投射到佢嘅辦公風水佈局上。為咗時刻監視下屬有冇偷懶，防備對手暗算，陳太潛意識入面將自己嘅大班嘢背帶落地玻璃，連小大門同走廊通道，辦公桌上仲擺滿咗剪刀，冊上都抌尖銳文具，甚至連擺放喺角落嘅植物都係佈滿尖字嘅大型仙人掌。喺傳統風水學上，背門而坐係冇靠山面照長走廊，係正中槍煞；而滿台尖有物品間係人為製造嘅沖射煞。陳太內心嘅好鬥與戾氣，喺現實環境中華麗自身，變成咗一把把對準自己嘅刃刀。原本因為業務能力極高而營造嘅財氣同貴人運，被呢些戾氣化作嘅有影容容無影之煞，只得前蒼白紅。結果可想而知，短短一年內，陳太不僅連失幾張大單，下屬因為受唔住壓迫紛紛辭職，最後連一直賞識佢嘅大老闆都覺得佢戾氣太重，惹是生非，難以合作而將佢邊緣化。陳太喺每一次無謂嘅口舌之爭入面都迎進風頭，卻喺不知不覺間輸掉咗整個事業嘅風水大局。
呢種殘酷嘅現實影射，就好似你喺屋企辛辛苦苦點起咗一盞祈福求運嘅明燈，但你偏偏因為一指無意間飛過嘅烏蠅，心生憤恨，瘋狂揮舞手中嘅葵扇去拍打烏蠅，最後可能真係被你趕走咗，甚至拍死咗。但你係劇烈揮舞時產生嘅強風，一早就將嗰盞微弱但珍貴嘅明燈徹底撲滅，贏咗一指烏蠅，輸咗一室光明。剝開表象，呢個命運下墜嘅風水機制極其冰冷而清晰，持續進行無謂嘅爭執與言語交鋒，會令內心定氣穩實，演化為尖銳嘅沖射實。到呢種氣場刺破，自身結界開退貴人，最終就會招致事業如人際嘅雙重破局。唔係你命化小人，係你將自己嘅能量光吸到同小人同一個泥沼，自然引殺上身。當睇明白咗同低頻人纏鬥嘅巨大代價之後，有啲人可能會覺得自然爭執會惹殺，咁只要我唔理佢哋，淨係專注過好自己嘅生活，享受自己嘅成功，甚至同人分享我嘅喜悅，咁就萬無一失啦。但係呢度有一個更隱秘嘅真相，比起同人爭執，其實好多香港人不知不覺間喺分享快樂嘅時候，自己將好運主動送咗俾人。你有冇留意過世上有啲人，或者就係你社交網絡入面嘅朋友，一旦升職加薪、買樓還妻，或者去咗一趟車環旅行，第一時間就係瘋狂拍照，將所有細節毫無保留咁擺上網晒命。佢哋享受被點讚、被羨慕嘅高光時刻，但往往唔出幾個月，呢家人就會突然遇到莫名其妙嘅意外，被公司裁員，甚至惹上無妄之災。點解好運一旦被過度分享，往往就會變成厄運嘅開端？真正導致一個人好運猝死嘅，唔係偶然嘅克制，而係佢高調炫耀嘅行為，主動散盡咗自身嘅旺氣，引來暗箭穿心。好多人以為獨碌碌不如眾樂樂，同人分享喜悅可以收穫祝福，甚至覺得富貴不歸故鄉，如咁依嘢行，好景就必須展露於人前先算圓滿。但風水師從來唔係咁教，真相往往係喺玄學位度。凡係顯露嘅嘢，必定會招致天地間氣場嘅損耗與目的。世人以為收到嘅係一遞點讚同恭喜，其實網絡屏幕背後每一道充滿嫉妒、酸楚甚至憤恨嘅目光，都係一支射向個本名結界嘅暗箭。風水最核心嘅規矩，從來唔係險，而係藏。現代香港喺呢個社交媒體極度發達嘅時代，因為怒氣而招致現世報嘅真實案例，簡直多如牛毛。我哋將視線放喺西九龍嘅天璽，香港最頂尖嘅豪宅之一。啲年前又為做金融科技發跡嘅年輕新貴，喺根慶新貴Kevin用過億資金買入咗一個極高層，包攬為港屯海景嘅單位。天璽嘅高層海景單位，風水上本屬修山出煞、納水聚財嘅絕佳名堂局。只要低調居住，財氣必定越積越厚。但就一樣好勝心極強，入伙第一日就請咗專業攝影團隊，將全屋嘅豪華裝修、落地玻璃窗外嘅無敵海景、衣帽間裏面過千萬嘅名表同限量版手袋，拍成一條極具炫耀性質嘅短片，放上 Instagram 同 YouTube。從風水角度嚟睇，呢個操作係極其愚忠嘅士氣行為。影片不僅暴露咗佢財富嘅底牌，更可怕嘅係佢將屋企嘅太極點大門方位，甚至連保險箱嘅隱藏位置，都全部暴露喺全網幾百萬人嘅目光之下。網民嘅留言入面，雖然有表面嘅羨慕，但更多嘅係嘲諷仇富，以及希望睇到佢跌落神壇嘅陰暗心理。無數雙充滿貪婪同嫉妒嘅眼睛，穿透屏幕，化作無數支微小彈密集嘅暗自殺，直直對準企喺屋企嘅明堂財位。呢種巨大嘅低頻怨念，徹底破壞咗豪宅原本藏風聚利嘅高頻市場。唔出3個月，奇芬伊涉嘅一單大型金融併購案突然爆雷，地政監會立案調查。緊接住佢出差期間天璽嘅單位，竟然遭到專業爆竊集團光顧，損失數以千萬計嘅名表同現金。奇芬有萬眾矚目嘅青年才俊，瞬間淪落到官非纏身、面臨破產嘅慘況。佢唔明白自己間屋安保咁嚴密，點解會遭賊？其實早喺佢將屋企風水格局拍上網炫耀嗰一刻，佢已經親手為厄運打開咗大門。呢種殘酷嘅現實影射，就好似你喺深夜嘅旺角後巷，陰陰從提款機攞100萬現金出嚟。如果你將錢裝係黑色膠袋，靜靜地行返屋企，你絕對安全。但你偏偏為咗圍封，將100萬現金過喺心口，
仲買咗個大聲公，一路行一路講過話自己好有錢，結果人流群策搶劫，你怪得邊個？我開表彰呢個命運下墜嘅風水機制極其冰冷而清晰，高調炫耀雨過，凸顯露自身好運，會徹底蓋藏風聚起嘅格局，吸引外界龐大嘅嫉妒與低頻怨念。當呢些無形嘅暗箭殺直插氣場核心，最終定必導致破財擋災，甚至身敗名裂。唔係你命唔好，係你將自己嘅福報當成咗滿足虛榮心嘅籌碼。真正嘅鼎立好運，從來都係正需留心，比而不說。風水從來都唔係擺啲件事物就可以逆天改命嘅江湖把戲。真正嘅風水係你點樣去管理自己嘅能量變計，點樣去選擇同乜人產生磁場共振。當你睇透呢6個人際氣場嘅真相，學識拒絕，學識轉生，學識係圈立嘅瓜，係終死守住自己嘅太極點，你嘅命運其實就已經重啟咗。今晚去窗邊望下外面嘅萬家燈火，深呼吸一口氣，斬斷爛理想，你嘅福報先會真正聚埋嚟。